香港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係機場三跑道系統工程入面其中一個最主要嘅設施。T2 離港設施喺2026年5月底啟用之後，預計首12個月可以處理800萬人次旅客，而 T2 嘅容量一年可以處理3000萬人次。與此同時， T2 亦都係一個設計新穎、話題十足嘅地點。而家就帶大家體驗下未出發先興奮嘅感覺。進入 T2 離港層之後，你會俾寬敞明亮嘅空間吸引住，而其中一個最新穎嘅設計，莫過於喺大樓中央嘅出境設施。無論係大堂東西兩邊都可以輕鬆進入。呢度設有20個自助保安閘口同12條輔助通道，可以俾旅客迅速進入禁區，非常有效率。就係我哋保安閘口咧，係設置喺成個大堂嘅中央嗰度，令到旅客咧，如果佢係無需要去航空公司櫃台去託運行李，又或者嚟到自助行李託運櫃台嘅話咧，佢可以嚟到好快速就可以入去保安閘口去到做安檢㗎啦。比起1號客運大樓咧，會更加快捷方便。T2 主力使用自助智能設施，一共有8條登記航段，合共提供108個登記櫃台。另外仲有68個自助行李櫃台同58部自助登記櫃台，旅客唔使去指定航空公司櫃台完成手續，再加上最新科技，令過程更加快捷順暢。呢個自助行李託運，我哋今日有68個。嗱，咁我哋機管局咧，亦都自行研發咗一個新嘅技術，就係 One Touch 技術。而呢個技術咧，亦都配合有10個人工智能嘅鏡頭，可以令到個行李咧全部自動識別到佢嘅長、闊、高。呢次我哋係特別將嗰個行李帶嘅高度咧降低落去，地面數上嚟只係得5 cm， 旅客係好輕鬆將行李可以放上行李帶上邊，咁從而令到旅客咧可以喺45秒內就將件行李自助託運咗啦。T2 離境大堂明亮開揚，再配上由多款唔同形狀同大細大型數碼屏幕組成嘅沉浸式數碼藝廊，營造活力氛圍，仲可以因應唔同季節時令變更主題內容。我哋有一系列沉浸式嘅 LED 嘅主題，咁今日呢個主題咧有一個海洋主題嚟嘅，令到每一個旅客入到個候機樓之後咧，佢嗰個旅行體驗咧馬上開始，未出發已經先興奮。咁希望咧就係俾旅客咧，不單止有一個去機場出發嘅感覺，亦都有一個旅途開始嘅感覺。出發前，旅客不妨喺 T2 各個打卡位打卡，肚餓亦都可以喺 T2 醫飽個肚先上機。T2 離港層嘅美食廣場一共有8個餐飲設施，大部分都係年輕人中意嘅品牌。我哋選擇租客合作嘅時候咧，都會考慮好多唔同嘅因素嘅。咁其中包括有品牌喺市場受歡迎嘅程度啦，營運商提供食物嘅水準啦，同埋價格嘅合理性啦等等嘅。喺選擇家私方面啦，我哋就選用一啲比較優質啦、設計相對時尚嘅一啲家私嘅。有租客就喺佢哋嘅裝修設計裏邊，好巧妙咁樣引入咗一啲機場啦、旅遊獨有嘅元素啦。讓到我哋嘅旅客除咗食嘢之餘咧，亦都可以打卡，從而提升佢哋喺機場餐飲嘅體驗。目前我哋 T2 有2間24小時運作嘅便利店啦，亦都有4間都係全日營業嘅餐廳嘅，照顧旅客24小時嘅餐飲需要嘅。如果仲有時間，上機前不妨喺12間特色商店行下，入面有旅遊必需品同紀念品等等，俾大家最後掃貨。咁今次我哋離境大堂嘅所有商鋪啦，基本上都係香港本地嘅一啲特色品牌。我哋有機場必須嘅24小時便利店啦、藥房啦、一啲旅行用品啦，同埋其他特色手信嘅品牌。至於喺玩同娛樂方面呢，我哋引進咗一啲提供機場限定商品嘅扭蛋機啦、夾公仔機啦，好希望旅客一抵達 T2 咧，已經開始感受到佢哋旅程開展嘅興奮。呢度就係跨境旅遊車候車大堂。上年9月已經啟用，一共提供41個停車位俾旅遊巴、跨境客車同轎車等使用，同時亦都為旅客提供便利餐飲等快速輕食。香港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令旅客喺呢度展開精彩又充滿活力嘅旅程。